大家好，我係唐人街華仔。今日華仔帶大家嚟到紐約唐人街擺也街60號一間全新開張嘅人氣港式茶餐廳幸福茶記。佢哋喺試業期間已經日日爆滿，好評不斷。今次正式開業，更加掀起一陣港味熱潮。幸福茶記究竟有咩必食推介？環境又點樣？第25集新店速遞，等我哋一齊嚟感受一下呢份幸福之美。2026年4月28日中午12點，坐落於紐約唐人街核心地段擺也街夾伊利沙伯街嘅新晉人氣港味茶餐廳幸福茶記，隆重舉行備受矚目嘅開張剪彩盛典，現場鑼鼓喧天，氣氛熱烈，喜氣洋洋。社區僑領、政商界好友以及行業精英等一眾嘉賓雲集到場，齊齊送上祝賀，共同見證呢間承載住正宗港味同溫暖煙火氣嘅茶餐廳正式啟航。幸福茶記經過2個月精心試營業，憑藉地道嘅港味出品同貼心嘅服務，已經贏得一眾食客嘅一致好評，幾乎日日都出現排隊等位嘅熱鬧場面，人氣持續高漲。今日餐廳正式迎嚟隆重開業儀式，標誌住幸福茶記邁入全新發展階段。幸福茶記設計別具心思，營造出舒適愜意嘅用餐氛圍，無論係朋友聚會、家庭聚餐，定係忙碌之餘嚟一餐輕鬆小食，幸福茶記都致力為每一位顧客帶來賓至如歸嘅用餐體驗，真正做到3餐4季，幸福同享。幸福茶記主打地道港式茶餐廳風味，由經典港式奶茶、菠蘿油到豐富多樣嘅燒臘、粉麵同茶餐廳小炒，務求還原最原汁原味嘅香港味道。佢哋特別推出嘅10大幸福必點推介幸福三寶同埋招牌經典葡撻，華仔相信大家都可以輕鬆揾到啱自己嘅口味。今集我哋先望圖止渴，下期華仔再親身帶大家去探店試食。